有個後生嘅賽車手，技術勁高超，成日都追求速度極限，佢彎位都夠膽死嘅超車，冇贏過幾次細賽，不過都成日因為太魯莽，搞到翻車要退賽。有個傳奇賽車手同佢講：你好有天分又夠膽，不過你仲差一樣嘅，就係避險嘅能力。個後生賽車手唔信，覺得賽車就係冒險嘅藝術。有一次好重要嘅冠軍賽，天氣突然變壞，賽道又冇又滑，個後生車手照舊喺彎位冒險超車，結果失控撞牆要退賽。嗰位傳奇賽車手見到天氣變咗，就冇咗保守策略，收慢車速，穩穩陣陣咁跑完場比賽，最後佢嘅冠軍。賽後個後生車手去揾傳奇車手請教，傳奇車手話：勇氣可以令你跑得快，但智慧先可以令你跑得遠。成功嘅賽車手知幾時要加速，更加知幾時要收慢避險。只有跑完整場嘅人，先有資格講勝利。後生車手即刻開咗，佢學識咗點樣衡量風險，學識咗有策略咁放棄咗短期冒險，為咗確保長遠嘅勝利。